再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，因为甲农业部讨战时粮食配送站的地图是引起真大的争议。民进党立委赖瑞良质疑这洪晓玲的目的，也毋过洪晓玲说讲，其实各县市的全民国防手册拢有相关的资讯。专家就来建议，为着这国安设想，立委应该爱透过秘密的会议，才通讨机密的资料。江基南一直交代，台海局势持续升温。国民党立委洪晓玲二日甲农业部讨战时粮食的配送站地图，农业部长陈俊贵事后是讲，资料是属有国安战级的机密，未对外公布。民进党立委赖瑞良是质疑洪晓玲讨战时资讯的目的。翁小玲自称为中国人那这时候跟农业部索取战时的粮食站的资料，目的为何？是不是要？将这个资讯提供出去，提供给一般民众知情是非常合理的。大家要知道，现在就先知道说，万一发生战争情况，民众能够去哪里取得安全的粮食。洪晓玲伫广播专访的时阵回应，提起农业部农粮署伫美巡迄当时无讲是秘密，佮以台南市做例，伫市府网站全民国防专区详细列出647个民生必需品配售站的名称加资讯，供应站的资讯都完整的登载在各个县市政府的全民国防手册，台南市政府完整的刊登所有的民生必需品的配售站。立委要这些资料可以，但是呢，可能必须像国防外交委员会一样，在召开秘密会议给。这些立委资料方便他问政。专家认为，粮食是属有重要的战略物资，配置这资讯牵涉到机密。不过，立委参加秘密会议，拢必须爱签保密协定。建议立委要讨机密资讯，应该爱透过秘密会议，安尼就会当达到问政的需求，也当兼顾国安风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